有好多女人喺感情入邊容易戀愛腦，最傻閪嘅地方就係想要喺一個有實力嘅優質男人嗰度啊，又想要名分，想要自己係佢嘅原配老婆或者係正牌女朋友，跟住又想要個男人去實打實真金白銀為自己付出啊，買車啊，買樓，買包包，既要又要，兩者兼得。咁你既要又要，又要名分，又要真金白銀，既要又要得唔得呢？得嘅，除非你自身個價值都好高，你個家境啊、身材樣貌啊、學歷啊，方方面面，包括你個情緒價值啊、性價值，你要用呢啲硬價值去換，咁就得啦。如果你唔係同樣高價值嘅話，你又要喺嗰個高價值男人嗰度，你只能夠揀一樣，要名分定係要真金白銀。你睇《甄嬛傳》啊，甄嬛咁犀利啦，都只不過係一個婦后，佢都唔係個皇后，嗰個宜修都係得個名分，雍正都冇真正係寵幸宜修嘅，都係寵幸嗰個甄嬛。甄嬛得到真金白銀啦，但係佢都冇名分，唔能夠兩者兼得嘅。放喺《金瓶梅》呢一本書入邊啊，究竟你係想要做西門慶個大婆五月娘啦，定還是係想要做將西門慶迷到要生要死嘅潘金蓮呢？諗清楚要邊樣啦。